奸人真係有樣睇。香港藝人李永漢本身就冇乜人識佢，但自從佢媽咪思明過咗身之後，佢就一炮而紅，成為咗香港世紀逆子。之前有傳媒話李永漢有躁狂症，佔有欲好強，為人小氣霸道，好食懶飛，本身都唔知真定假。但一個思明喪禮之後嘅記者會，李永漢嘅人品就露晒底，完美證實咗傳聞講嘅嘢似乎係千真萬確。當日佢阿媽個喪禮，全香港嘅傳媒已經睇實係未會有家庭糾紛呢？一個正常人就算幾唔中意個弟婦，全香港咁多人睇住，仲要係阿媽嘅最後一程，點都要顧全大局，就算做下戲啊，都要俾個弟婦出席啦，冇理由咁失禮啩。但佢竟然可以當住咁多傳媒面前，公然拒絕佢弟婦入去，佢以為咁樣係落佢弟婦面，其實係落緊佢自己面。當日佢呢個舉動已經俾全香港嘅人知道李永漢係一個咩人品，真係要有幾小氣嘅人先做得出呢個舉動。之後佢接受傳媒訪問，成個採訪佢好似影帝上身，錯晒氣咁，完全感受唔到佢嘅傷心，只係感受到佢係交緊戲。當記者問到佢會唔會想同細佬講和，佢就咁樣回應：甚至乎即係有啲咁唔愉快嘅事，我都冇話叫你唔好出席，我都冇話叫你唔好出席，我都冇話叫你唔好出席。哇，霸道到呢，原來係要你批准先可以去自己阿媽個喪禮。咁依家李永豪可以出席，咁咪要好感恩你咯。最令人震驚嘅係，佢唔覺得自己好霸道，仲覺得自己肯俾個細佬出席，已經係好仁慈，真係丁蟹2.0啊！當記者質疑唔俾細佬老婆拜祭係咪母親過遺願嘅時候，佢就咁樣回應：咁同埋我媽而家已經 pass away， 你呢啲死無對證嘅講法好唔公平。係啊，兩邊都好唔公平啊！對邊邊唔公平？對你細佬個老婆都唔公平。係咩？咁你唔好辣我啦！你講呢啲係辣我，真係冇用嘅。可唔可以當普通朋友？可能去鞠個躬都 OK 嘅，應該。乜嘢？佢冇話要披薩大孝啊，即係入去鞠個躬都唔理喎。佢係咪喺門口鞠個躬？冇得入。咁咪係咯，咁鞠咗啦嘛。咁你問咩咧？咁多鏡頭影住李永漢都可以咁惡咁囂張，如果鏡頭冇影住嘅話，可想而知佢係會惡到咩程度呢？睇佢 EQ 咁低，躁狂症嘅傳言都好貼切。但係咁個死訊點解要2日後先至通知到爸爸或者？唔係2日後，唔係2日後，咁我要處理。第一，我哋係要打齋嘅，頭個第一個3日，第一個7日，同埋你要辦死亡證，有好多時要去辦，要即刻處理好佢嘅遺體，呢啲係要做嘅。即係所以 WhatsApp 啊、電話都冇打過嘅，嗰2日都係即係冇試圖啊，或者透過其他人嚟通知佢哋咁樣。我有通知佢哋啊，點會冇通知啊？我咪去阿爺嗰度同佢講咗咯，成件事。李永漢呢個回應真係顛覆晒所有人類嘅家庭倫理。佢仲好似好有道理咁回答話：阿媽死咗係要辦死亡證先。隔籬個記者哥哥都即刻呆咗，仲忍唔住笑。都唔知要俾咩反應佢。正常人屋企人過身，應該係第一時間通知其他屋企成員，然後一齊去商量身後事點樣處理。思明唔係淨係李永漢個阿媽，佢亦都係李永豪個阿媽，亦都係鼎爺個前妻。其實你有咩權自己決定晒點樣處理身後事呢？佢呢個做法完全反映咗佢心裏面認為思明只有佢一個仔，呢種只有佢先可以決定母親嘅身後事，只有佢先可以決定幾時通知其他親人嘅扭曲心態，真係要好強佔有欲嘅人先做得出。李永漢喺個訪問入面唔單止好氣，佢仲係一個深謀遠慮嘅人。最近鼎爺公開李永漢好食懶飛嘅錄音，李永漢好明白，要阻止一個新聞發酵，就要製造另一個新聞嘅玩法。佢即刻就公開李永豪夫婦對鼎爺粗聲粗氣嘅錄音，仲反指謀家產嘅人係李永豪，但佢呢個計謀就冇得逞。觀眾嘅眼睛係雪亮嘅。本來之前有傳言話李永漢軟禁思明，斷佢六親，想奪取家產，外界都係半信半疑。但隨住佢嘅行為做法，再加上佢喺個採訪入面嘅惡形惡相態度同埋歪理，對比起李永豪一向低調同忍讓，再加上鼎爺力撐永豪老實，
邊個先係反骨仔？相信大家都自有定斷。係咪古人話嘅相由心生，奸樣真係有得睇嘅呢？李永豪同李永漢，你哋又會信邊個呢？